洗面產品喺生產嘅時候係冇分日或夜，主要係分輕洗定重洗，唔同嘅質地、成分、功效同埋滋潤度。點樣去衡量用重洗定係輕洗呢？其實係睇皮膚當其時有幾污糟，生活環境啊、工作環境都會直接影響皮膚嘅污糟程度㗎。出街除咗會搽防曬或者化妝，喺室外就會有空氣污染、紫外線、塵埃、汗水、油脂、污垢嘅侵害。返屋企卸防曬或者卸彩妝後，就應該用重洗。皮膚經過一整晚會分泌油脂黏合塵埃、床單、被鋪、纖維、皮紗，甚至乎同我哋共存嘅螨蟲糞便或者屍體。所以瞓醒一定要用產品洗面，但係只要用輕洗就足夠啦。另外，敏感受損、濕疹肌、玫瑰痤瘡呢類型肌膚應該用咩洗面？點樣去分天氣選擇適合嘅滋潤度洗面？你嘅洗面方法又啱唔啱呢？想要呢啲資訊，留言洗面，分享以上嘅資訊俾你之外，仲有一種洗面我係絕對唔建議大家用，因為好傷皮膚㗎。想知留言洗面，幫你避雷。